5月20日，总统、副总统就要就任，咱推出特别报道。今仔日来看外号“冲冲冲”的行政院长苏贞昌。2018年，伊选新北市长选举，阁翻头来做院长，一度互经体系复仇者雷高。结果就任一年，互媒体封为史上上强的院长。来看苏贞昌安怎来解释伊人生的下半场。 苏贞昌想要替民进党收复新北市，伊以前就做过馆长。2018年，老馆长又搁出来选新北市长。你只要付公车的钱，其他市政府补贴。选举期间，总统蔡英文做一摆去徛台，嘛破解伤风败下的风声。虽然苏贞昌最后无成功，但是已经改变人生后半场。就像他常说的啦，人生的剧本早就写好了，只是不能偷看。 在石河以选举当中，民进党对原本的13个执政县市giảm一半，剩6个。蔡总统人气上低时阵，2019年正月，请苏贞昌登来接行政院。苏院党有3个强项：第一是经验，第二是魄力，第三是执行力。 就任了后，苏贞昌继续冲，成功阻止非洲低温入来台湾，释字748号施行法过关，推动婚姻平权。 5837位政治受难者总算是拄罪啊！高铁向南延伸到屏东，山拿解禁政策嘛开始啊，只是健康嘛出现问题。伊家己讲，达康冲到另外一边。企业经营的能力等含实力重新带回台湾。因为叫病毒围着，眼面神经暂时麻痹，伊敢若请一天的假尔就恢复上班啊，互因查囝做配合的。 其实院长的身体一直都比我好，害我都觉得啊，我应该要多运动。根据《远见》杂志所做的民调，苏贞昌2019年正月就任进前，蔡总统的支持度敢若有19%，上低的时阵，执政一档了后，完全无共款啊。新台湾国策智库2019年12月12的民调，蔡总统支持度来到51.8%，苏贞昌功劳上大。很强而有力的行政执行能力，可以挽救一个。 看起来已经不太行的这个局面。蔡总统拍败韩国瑜和宋楚瑜成功连任，苏贞昌正月13顺利内阁总辞，蔡英文总统改慰留来。政府没有空窗期，那政局就会稳定。 但是马上又搁拄到新型冠状病毒，全球大流行，喙癌又搁欠过，苏贞昌果断祭出喙癌管制出口政策。 就算做一人满意的，伊嘛无计较。我一定为国人的健康严格把关。对抗病毒，小连续提出足侪方案，亲像防疫，还有纾困振兴。520总统、副总统就任了后，苏贞昌的挑战还未煞。在纾困的阶段之后呢，就是要振兴跟升级我们的经济了。我觉得这是未来2年之内台湾最大的挑战。也有机会可能可以参加这个 RCEP。 也有机会可以跟美国开始洽谈这个如何签订 FTA 的。以前去用刺客讲是复仇者内阁，但是苏贞昌即马变成是上强的院长。虽然已经超过70岁啊，继续伫政坛顶悬拍拼努力，冲冲冲！